各位大家好，欢迎收看今日7月18号第41点台语新闻，我是谢碧玲。台北市长柯文哲伫高雄市长韩国瑜赢了国民党初选了后，讲话是愈来愈无客气。除了讲蔡总统以外呢，伊嘛算韩国瑜，讲伊敢若有够资格来做北龙的总经理尔。咱来听柯文哲伊上新的讲法。我都觉得说我们很多准备是不够啊，所以。这个以前其实台湾的总统为什么会在民选后一直做不好？你知道？其实一直没有好好训练，坦白讲，因为不管从阿扁到马英九到蔡英文，其实以前有一次，我在跟李登辉聊天的时候，李登辉还跟我讲说，李登辉总统他说他刚刚当台北市长的时候，每天下班的时候就发现蒋经国已经在他家等他，你知道？他叫他把今天的那个裁决的事情拿出来，他一条一条跟他讨论。所以有次李登辉跟我讲说，他是蒋经国学校毕业最后的一名学生。我要讲什么？你知道？坦白讲很多东西都是要准备的，所以我也不认为他是准备够充分的。那您的部分呢？我都觉得准备不是很好的，更何况是他。是啊，你现在就是对民进党就是开炮，但是民进党看起来对你也很不留情。苏贞昌昨天说，你曾在去年说，你如果连任的话，你也会支持蔡英文连任。这个是这样的在2018年台北市长选举之后，尤其又发生这种葛特曼事件，你知道？现在苏贞昌这样讲，只能说实在是有够不要脸的，我也不客气回击了。那你为什么会觉得他这样？就有够不要脸的。为什么？你现在跟全面跟民进党开战？我不是开战我常常就是这样礼尚往来你怨恨蔡英文的主因是什么？没有啦，我跟你讲其实我们都有给民进党机会嘛，对不对？我干今天会我跟你讲韩流会出现是有那个大环境，为什么人民会有这么深的怨恨感？这是蔡英文执政要去思考的题目。是啊，现在民进党看起来也很现在民进党看起来对你也很不留情，你觉得他们现在也是全力打你，也是要把你毁掉吗？没有啦，我跟你讲每天那个 PTT 那个1450，我看我也知道不过这样的也许促进产业发展吧。所以如果你打的话，你怎么会说？来，蔡英文说每个人应该在自己的岗位上，这样呛。今天如果蔡英文把他总统的工作做好，会有这些事情吗？会出现韩流吗？所以第一个要回答是你自己总统都没有做好了。那你怎么会昨天会在会讲说他在四大运上面，你让他上台是一个妥协，然后甚至我跟你讲东亚青运不是被取消掉了吗？台湾的国际局势就是这样。我们今天所谓的妥协，我们如果没有一些妥协，你有办法用中华民国总统的身份上去开幕吗？是大家明讲的嘛。所以是这样的所以我们不希望台湾就是很不幸，你知道，就是位置就长在这里历史的时间空间就在这里，这也不是我们要的。所以在这种大环境之下，我们要尽量去维护我们的主权，维护我们的权益。2017年，你蔡英文用中华民国总统身份上台去开幕，你以为是这样？是王宏威说你用市政民调在做自己的民调王宏威说你用市政民调在做自己的民调。我跟你讲叫他回去念书这个从马英九、郝龙斌时代，你知道，那个做民调的时候，其中有一条是问那个政党比例，那个叫做 internal control。我跟你讲王宏威如果不晓得的话，我今天有叫那个研讨会主委呢，直接把资料贴在他的脸书上面。这种收集是从郝龙斌甚至到马英九时代就开始，这叫民调的叫内部控制，这是学术题目，他不懂他就不要乱讲话。你说蔡英文做让你没有，你说蔡英文做让台湾未来没有希望，那你做要带给？没有啦，我跟你讲其实我跟你讲我没有说我们一定怎样至少是这样的我们还是比较务实，实事求是嘛。至少柯文哲在当台北市长，很明显贪污案少掉了，弊案少掉了，哪里像什么欠污案、造风案，还不是一样一大堆在发生？造风，我跟你讲，欠污案人在哪里？跑光了这比这跟那大华夜剑不是一样吗？是啊，你现在开战是不是准备要登场了？参选的起手式吗？没有啦，我跟你讲后来想一想我就是这个调，我只要恢复我自己的样子就好了。是啊，现在你的幕僚说你现在幕僚说林非凡加入民进党会是要把时代力量整个给整合掉，然后时代力量未来会是下一个台联。
那这也是时代力量的危机嘛。不过这样的时代力量也不是只有一个林辉煌嘛，他们也要去思考他们要怎么走下去，整个大战略还有那个光谱要站点的位置。其实所有这一些我以前都跟那个林长佐有讨论过，但应该他们也要去想想看他们的定位、他们的方向。这个是每个人都有要去思考的地方嘛。市长，为什么这个时候现在的时候恢复你原本的样子？为什么恢复？很简单，我已经豁出去了，就这样。